AI 浪潮下，中國科技股為何持續下跌？AI 浪潮帶旺咗相關資產，中國互聯網巨頭估值卻逆勢跌至歷史低點。截至2026年7月初，你可以睇到恒生科技指數都已經跌咗好多，騰訊控股啊、巴巴啦都跌咗好多好多。港股可以話係中國指數表現係全球倒數第二，見高於印尼。佢哋分析中國科技股嘅表現同埋四大原因導致佢跌成咁，一啲資金流向啦、中國產業鏈同埋投資邏輯。AI 帶動咗美國、日本、韓國、台灣嘅硬件股上漲，但中國互聯網科技股都未同步受益。AI 資本開支持續增長，算力隨蠢先進風中受益最大。從下面呢個圖表可以睇到，2025年同埋2026年到而家升幅係最大嘅。而中國科技股嘅表現，騰訊、阿里等估值持續承壓，市場關注佢哋嘅 AI 投入回報週期可能會比較長。今年以來，騰訊已經跌咗超過30%，而阿里巴巴喺6月就跌超過25%。恒生科技指數下跌咗19%。市盈率方面，騰訊接近11倍歷史低位。投資者喺3月財報後開始持續賣出大型互聯網企業，原因之一係 AI 投入巨大，短期利潤兌現有限。因為 AI 投入資本增加，開支持續上升，但係盈利就未見同步增長，有滯後效應。市場憂慮投資回報，所以就股價受壓。騰訊推出咗微信 AI 助手，都俾投資者擔心成本可能增加，而商業模式尚未完全驗證。原因二，中國缺乏全球 AI 硬件龍頭上市公司，好似冇三星啊、台積電咁樣嘅龍頭企業。資金流出中國互聯網軟服務，轉入台灣、韓國 AI 硬件供應鏈。預期嘅差距係中國應用層面臨激烈價戰，而韓國、台灣硬件股、硬科技盈利預期被大幅上調。原因三，內需與互聯網業務增長放緩。投入與產出失衡，市場擔憂巨頭喺 AI 上嘅高資本開支未能轉化為短期營收回報，導致成本壓力上升。宏觀經濟拖累國內經濟放緩，壓制咗互聯網平台嘅廣告消費營收，盈利預測下調。機構已經將恒生科技指數成分股盈利預測下調超過20%。原因四，國際資金而家偏好 AI 硬件供應鏈，而家資金更喜歡買橙嘅人，唔係使用 AI 嘅人，因為 AI 硬件嘅盈利比較確定。資金都流向 GPU、HBM 啊、晶圓廠、AI 等等嘅 AI 基礎設施，非互聯網應用。所以導致啲國際資金持續賣出咗騰訊、阿里、百度啊呢啲重磅科技股，中國科技股買入咗台積電、三星電子、海力士呢啲。產業鏈方面，可以睇到晶片同埋服務器嘅 AI 基礎設第一層 AI 基礎設施，而第二層就係大模型，第三層 AI 應用，第四層互聯網服務。而家資本市場最鍾意第一層
更高嘅估值。分析中國對比海外係應用優勢同服務，而海外就有硬件同模型。海外嘅硬件優勢直接受益於 AI 投資，韓國、台灣嘅美國 GPU 供應鏈啊、DRAM 啊，導致佢哋直接受益於 AI 投資，訂單確定，盈利增長快。而中國有龐大嘅市場嘅數據，競爭激烈，導致利潤不確定。現階段賣橙子嘅人比用橙子嘅更受資本青睞。AI 時代資本更喜歡賣橙子而不係用橙子嘅人。全球 AI 行情而家主要由GPU取循芯片晶片製造數據中心推動，而中國目前上市公司嘅優勢更多集中喺應用平台服務，因此估值冇同步提升。如果未來中國出現具有全球影響力 AI 硬件企業，資金配置邏輯可能發生變化。AI 商業化，國產硬件經濟復甦可能帶來收復，因為而家估值已經好平。AI 仍然繼持續投入，長星科技等硬件企業已經準備上市。未來如果 AI 硬盈利兌現，硬件企業上市，中國經濟改善，資金可能重新回流。所以 AI 行情仲喺繼續，全球資金正喺追逐硬件而非互聯網。中國科技股目前仍令盈利被兌現壓力，低估值意味着風險，也可能孕育新嘅機會。